龍新金生活中心143平方大裝修，你又中唔中意呢？呢個單位唔單止南北通透，另一個最大嘅亮點就係收納。業主勁中意收納啊，所以你睇到全屋各個角落啊都有唔少嘅定制櫃體啊。單入戶呢個玄關位就做咗唔少嘅鞋櫃，兩邊都有。呢個入戶門嘅第一間房，衣櫃嗰啲都做好噶啦。全屋嘅裝修啊，睇落去都好新淨，保養得唔錯，因為業主就係住咗1年嘅咋。過嚟睇下廚房啊，廚房都好新淨啊，冰箱、抽油煙機、煤氣灶全部都準備好晒啦，可以拎包入住。頭先講業主係收納狂啊，絕對冇誇張。大家可以睇到，好似餐邊櫃同電視牆，其實都係儲物櫃，實用同美觀結合得好好。呢邊休息區一共有3個房啊，主人房呢度佢都做咗個衣帽間，睇下呢排櫃。呢個主人衛生間，轉過嚟睇下，哇，拼拼色嘅，業主一定好有少女心啊！呢套143平4房就係為追求舒適嘅你同注重收納嘅你量身打造，所有嘢都準備好啊！你拎個包入住就可以啦。如果你覺得同呢位業主好啱 channel， 好中意佢嘅品味，就唔好猶豫啦。評論區話我知啊，我帶你親身感受一下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